AI 阿姨有够敖，林庆如看字念字捌几字。听讲前几年有一个足厚的阿姨，真正是称甲掠袂牢。伫咱的生活中，嘛定定看会到伊，而且骹手马青，耐操好用，做代志阁无啥会颠沓，会使讲家家户户拢捌伊。还毋过，你可能毋知影伊的名。这个风动武林、行动万教的阿姨，到底是啥人呢？原来大家拢叫伊 AI， 嘛有人叫伊人工智慧，主要就是要互机器像人类共款，会有自我思考甲合适的能力。其实伊无性别，安尼是安怎？我要叫伊阿姨呢？因为头先看到这两字，感觉甲咱台罗拼音的阿姨，阁真相像。规气就搭叫做 AI 阿姨，嘛呼应人工智慧，亲像人共款的感觉。想想咧，阁不假心色。人工智慧的意思，听着敢若真复杂，其实咱拢无发现。这个 AI 阿姨早就用无共款的形式，伫咱身躯边出现啊，亲像扫涂骹机器人，也是随手随用的手机语音助理，遮个拢是应用这个技术。以前有一支电视广告讲，电脑嘛会镜头豆哦，就是咧讲伊厉害的分辨能力，毋管伤细粒子、歹看面的，若是拄着伊，全部拢会当答伊，结果车奔斗，真正做甲比人类更加顶真阁有路。最近更加敖的是，这个 AI 阿姨连讲台湾台语嘛会通呢。若是拄着外国人讲英语，透过伊的翻译，嘛会当把英语翻做台湾台语。大家就算语言未通，若有伊的帮衬，宁可袂倒。也毋过 ，AI 其实已经存在几落十冬啊，是安怎？前几冬大家才愈来愈注重伊咧？这是因为伊的技术哪来哪进步，能力嘛愈来愈强啊。上好的咧，就是2023年，伫瑞士举办全球第一场的 AI 机器人记者会，有记者问机器人：“你敢有可能会造反？”
迄个机器人竟然参人共款，有表情甲情绪，马上就对记者禀白讲。虽然敢若是简单一个眼神，毋过这嘛代表咱袂当无注重即个问题。若无，是会领导血切尻川去倒立。未来若是人工智慧愈来愈发展，随某咱的生活会较真利便。不离讲，这嘛代表伊会愈来愈卡，甚至有可能最后想要取代人类。英国的电影嘛捌搬过即款剧情，这嘛是值得咱全人类去思考的问题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